中华关举办112项年度台湾母语红仔册公告比赛，今年拢总有51队200多人去参加，鼓励学生用活泼趣味的表现来展现因对学习母语的成果，也透过这无同款的主题，让囡仔学台语会当如生活化。 学生伫比赛进前把握时间练习。中华关举办112项年度台湾母语红仔册公告比赛，今年有51队200多人参加。参加学生讲，透过练习甲同伴讲台语，真有成就感。参加这个比赛就有成就感的，就欢喜的。因为伫咱的社会真少咧讲台语，我感觉伫咧这个比赛内底，我甲我的朋友伫咧台顶讲台语，感觉就欢喜的。 毛学生是透过练习讲母语，认捌家己家乡的腔口。大个所在腔拢无共，所以就是去背遐个腔会足好耍的。我会甲阿公阿嬷、爸爸妈妈，大家拢是讲台语。若是鹿港人会甲鱼仔讲做鱼仔。 承办红仔册公告比赛的旧社国小表示，今年是第9年举办，参加的人为一开始100通人，即马有200多人参加。透过活动的举办，会当鼓励更较侪囡仔人讲母语。平常时咱囡仔咧讲咱的母语吼嘛是真侪啦，佮举办一个比赛吼，其实嘛有一寡诱因吼，会当互因除了平常时咧讲了，会当佮较认真吼，较。 投入这个比赛安尼，一寡囡仔伫因的处理，即摆是爸爸妈妈较少年，因较无即种环境，因为伊要讲台语，就是来咱学校咱的台语课。伊既然愿意，咱就愿意为因付出，但撒看卖啊。 今年比赛主题有摒扫环境、新住民议题、COVID-19 等等。主办单位表示，希望用活进生活的万项书，让学生囡仔轻松学母语，自然讲台语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